农历6月18，中亚省是真侪信众大德的共同记忆。今年蜜蜂延续传统，公历7月12将举办圣诞庆典。东港上午9点开始，各有宫高背景地进行团拜祝寿大典。下晡2点半会免费提供素食卤面加现煮的红圆，予信众大德食平安、食团圆。下晡3点，则是免费过7星平安桥、静游、消灾、祈安、祝福的重头戏。每一档拢数千名向客参与，相当热闹。在日殿蓝天宫中亚省庆典，主要是在日殿部落的盛事，嘛因为迄热期间各地信众的热情参与，拢为地方早来相聚，嘛是一场宗教促进观光的盛会。蜜蜂成群欢迎民众小节来拜拜斗闹热，共同为中亚圣诞祝寿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